好，来继续来看国道1号就北南口交流道的附近，早起7点外上班的尖峰时间，一台大货车无注意到头前的交流道刹车，当到发现的时阵未负动了，为头前的小客车甲弄落，了后头前是一台弄一台，总共有9台车连环弄。这个4线道封起来，剩2线道，刹车15公里长，有8人受伤。 头前4台轿车弄甲密密麻麻，还有弄一个4脚翘上天的。还有火车车头甲会跌着的小客车，嘛拢已经变形啊！搁较严重是上后壁这台轿车已经弄甲变成一堆歹铁啊，涂骹还有真济洞仔痕。 火车驾驶行真紧，无想要加讲。这件车祸发生伫国道1号上北42.3公里的所在，差不多是伫南口交流道附近。伫早起7点外，这个大货车的驾驶无注意到头前南口交流道已经刹车，等到发现的时已经未负动啊，弄到头前的小客车，造成9台车相撞，总共8人受伤。大货车驾驶人，那个我们经酒测没有，都是正常没有酒驾情形。 那这一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围堵大约有15公里。弄歹去的车赶紧调走，因为车路顶共款有真济零件，吊碎大货车车顶的货品嘛拢落伫高速公路顶面。这件9台车的连环车祸，和国道上北4线道变成2线道，加上上班的尖峰时间，车捌塌到机场的系统，造成大刹车，和赶紧要上班的人救苦连天。